可以的，好乖哦。岁了吗？今年这就是岁了呗，那就36了，嘎。哦，还要再过几年哈，好2期了后。明年还可。汉字吧。有些是现在好的车，不是现在的。有啥子需要吃的？把这个拿。你不的那个
AI 优化自己 ，AI 优化自己。对不是对，对不是。掉了，你看。对 MD 苏大姐和老房。现在华为芯片50%以上都是中国人设计的，虽然是不是中国本土大陆的，台湾呢40%多50%，本来 TikTok 的那个股份。有川普说你在我们这边上大学的，我直接给你绿卡，不是你那个偷渡跑过来。这边一组，一共几组？今天晚上应该7、8组吧，2组、3组、4、5、6、7个，也少了一个吧。这边一组，这边一组，这个一个、2个、3个、4、5、6、7个。对，ChatGPT 今天上线好像新的版本，一个一个是O3吗？O几啊？加强版，它其实手里面还有很多模型没有放出来。基本200组装好人在计划运行，应该是没有多少的数量。因为那个微软还有很多公司在云服务里面已经部署那个 DeepSeek 的这个模型，直接使用。说明就说，如果它有问题的话，数据是没有问题的话，它肯定不会上那个。因为那个微软最大的投了很多钱的 OpenAI 嘛，这个光线黑一点，这边灯会，其实我们该走那边对面啊，没事走快一点，从这边是走那个对面，不是只走到底，然后左转，然后走对面，绕一圈。这边光线你可以测试 XC5 的那个夜间模式，其实没开夜间模式，我开了普通的模式，就超稳加地平线校准，4K60、4K50吧。HLG 就是相当于杜比世界那种。这边我们来个离线医院，没有，来个这边。你这边的医院的医生的医德好一点。像我爸那边看病，还有我们家那个表弟在这儿，饮食烧嘛，吃东西吃着了，然后花了20块钱不到吧，治好了。他说没必要，有些没必要给你打成输液，不需要给你用那种比较猛的药，就是基准的、然后一般的、基础的。我老爸那天也是看了之后，他说需不需要第2天再来？他说不需要。那有些根本就不需要来的，就说你这个小毛病不需要到医院来。
今年的那个灯会的感觉灯组的数量减少了，只有7个，以前去年应该8个吧，8个到10个左右，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在施工呢，不是没装好吗？还是拆了？不知道。企业就专门改进那个程序效率方面的。DS 简称就是 DeepSeek， 就是简称 DS，OpenAI 简称 AO。忘记了。我今晚说好大发展。这个还可以吧，这边也可以吧，是吧？灯会全球最好的目前在四川的自贡灯会占比应该占75%以上，国内应该占90%。它有他们这个行业的博士级别，还有专门的那个啥专家那些很多，他们每一年都有7000项专利。在自贡那边，所以自贡灯会这么出名呢，它的灯组的设计啊，各方面呢，设计制造啊，包揽了很多，就是承接的一些业务的一些，它应该全中国吧，就自贡这样搞。所以以城市所在城市搞的灯会，有可能就是来自自贡给你参与设计制造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没去过自贡，专门看灯会，没有时间了。还回去看自贡的灯会也可以，我看今年的规模很大，其实每一年的规模都很大。今年应该相对的降低了，因为经济不好，这个预算就降低了嘛，可能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。不是。谣传，DeepSeek用华为的生成920C的训练出来的，这不可能的。他本来自己说，他是基于 OpenAI 的那个，那应该就是因为他那个700那些显卡，因为他手上不止这些卡，也就是那老板泛方量化那个基金，其实他用那个程序写的那个。程序搞那个股票投资那些，说他那个钱，你只要炒过股的，都有给他钱，亏钱的、赚钱的、亏钱的那些，都有给他那个。泛方量化最高的时候有接近1000亿吧，现在缩小了，应该只有300多亿。喂。我要在最底下那个桥那边，这啥子？灯会的最底下那个，最底下那个彩虹桥那种啊，马上走这儿了。我在人民医院，我刚刚从人民医院门口过，我走的对面，我走的河对面那边，我从那边绕过来，我从前面那个桥那边绕过来找你们嘛。啊。刚才跟你说了，他意思。这猫咪，狗狗是猫咪。他看到狗狗的，他看到小狗狗他就喜欢，他跟他会一起耍，耍哈哎。人家这个就是我那个。小狗狗太小了，更小。我就说大嘞，
个煮熟，然后这个他每次都有，这个不知道。美国人差不多这个社会肯定都要用免费的开源水不用，只要觉得好对。住的是不那边，水应该是从那边，从那边我们找这个都是慢慢的，慢慢的走。我这儿呢就这几年还可以，这灯儿那个我给你带个。儿子媳妇回来了，昨天谁给的命令嘛？他是思考中那个，没注意到这个。走吧，走。丈夫的秘诀就是中了抄袭，什么阴谋的都有。那个陪你耍下去那个，找个看的。买30个上他幼儿园。要发论文居然没有中文的哦！说在世界上发表论文全部是两位朋友不会用英文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发表论文全是英文的，什么吸引眼球的太多了，什么黑的，说标题取得越夸张越吸引眼球。它有创新的地方，所以说在你不好的话，它为什么美国的一些甲骨文啊、微软那些，还有几个公司，它自己都部署了，你随便在它平台用。走了，凡凡。哎，挺快哦，才出了几天哦。就这个，它服务上面默认就提供那个221的和 V3的模型。好了吧，走吧。好了吧。二一方面就中国、美国这个竞争嘛，欧洲有一家投了，他投资现在好像没什么起色，现在。这确实有创新的地方，肯定就确认啊，去要认识到的，是吧？至少微软带头了吧？哦，不，也不是他带头，有几家公司提供服务了，他们都提供了那个都已经部署了，所以你随便用那个模型。我没去玩那些，下一些主流的 AI， 哎呀，过来，自己测试一下，然后回答了答案。其实没有用专门测试那种，我是用自己。平常的这个是，这个还可以哈，这个造型你看一下。他的意思说，如果明天下课，10点半就。蛇脸，这个有点像兔子的感觉。汉口丑门。笑着都有声，这前面第一手，盒中就只有7个灯组吧。放大点看呢。
现在2倍。这个2倍的话，不知道画面画质效果好不好？自带的屏幕上面显示很好看。我这边走过来，单边应该在3.5公里吧，4公里左右吧。我现在这边单独计数步行，应该在1.6公里，看一下。这个，现在步行1.6公里，然后走35分钟，然后心率110。这2倍的效果，这2倍。这是1倍的效果，1倍的效果。他是好人。你过去说，哎，我说那女生走了，我说你把2个弄好就走，他你要晓得。浙大最有名的就是图形图像方面，应该我觉得跟那个，这应该跟那个海康卫视一些吧。哦，三星、诺基亚，优化方面全是浙大那边出来的。iPhone。想把哪个套路整快，结果很久都整不快。兄弟啊，马上10点了。这个灯光好看啊，就是这个。那咱们把军哥带回家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这个漂亮啊，可以。
美国讲50%，几个特的过分，直接调，本来40%多就在，现在加50%，本来就在美国的手上。现在好像说的是微软嘛，不是甲骨文要把它接手，甲骨文。之前是马斯克说了，现在马斯克已经出局了，他不搞了，不接手。是甲骨文和微软。这边我觉得这个方向我是第一次走，对面我走过。它那个桥应该是穿过，也走了，还没有。我现在，你先把我们网络月费，我们月费也不对，才多少年度？光伏，受两温风的那个以前，不是有他搞量化基金那些，他说啥？有些说是从那个 A 股里面，他不是搞基金吗？他从里面收割了韭菜，其实也不是，国家队那些国家那些才是最大的那个那些收割的韭菜，这不是他的公司。我放大2倍看一下嘞。这2倍，我觉得屏幕上看效果还可以。这个灯光还可以啊。接他电话，哎呀，又打开了。喂，我来那个3个桥，拱桥那边马上过桥了。啊。哦，我马上过桥了。好，拜拜。你们几个人嘛？这个人。哦，我走哪儿了？他们啥子吧？还要吃东西吧？啊？我背噻。哎呦，这有点长哦。这个桥啊，那边多长那个桥？它是一直竖起那个，不是横起的。哦，这个狗。哇，这个桥有点好看。跨线桥，我在桥上了，桥上了，有点好看。快了1.5米。